即时实用的旅行台湾话。伫饭店。第6课，住饭店，有先订房间。你好，我是那加西妈，我有先订房间。护照会使互我看一下无？好，来。多谢，为今仔日算起3暗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是无？是，无毋对。若安尼，请你先纳头一工的价，1800块。第7课，住饭店，无先订房间。歹势，我一个人，想要住2暗，敢还有房间？有啊。房间敢会使小互我看一下？好，请你缀我来。这间安怎？好，无着这间，一暗偌济？一暗1600。第8课，甲柜台的直接。歹势，我锁匙囥伫房间内，门线起互锁起来。几号房？604。我即马来起开，请你缀我来。实在真失礼。袂啦。第9课，退房。歹势，我想要退房。请问，敢有用冰箱内的物件？我有啉一罐可乐。你是要纳现金，也是要用信用卡纳？纳现金。多谢，请后蛇哥再光临。